再来看立法院本地今仔要处理4100亿特别条例草案哦，那北搁要推动普发现金1万块，也毋过临时打动。那北即马是决定讲要等到7月初9，美国关税的缓冲期过了才来处理。另外，今仔民进党团嘛提案，将对副总统萧美琴进行访问一刻，险嘛发生车祸意外，望讲立法院哦会当做出决议来谴责北京，嘛要求中国得爱公开回实的。 立法院议场裁判表示，民众党的立委随时早起就入去议场内面表达对赖总统的抗议。立法议会随时原本是要处理应美国对中关税冲击，行政院通过规模4100亿的论成特别条例草案，结果若被进前就强势要普发现金，南党团拍算1万，北党团是6000，验过这么拢话停。 应该要等到整个台美贸易的这个协议有这个一个明确的这样的轮廓出来之后，那么我们再来去处理这个4100亿的特别条例。那为什么普发现金？就是在处理去年税基剩余。民进党真的想说的是要发是我来发，也不是在野党发了。民进党现在讲的，如果讲得过去的话，那苏贞昌那时候搞的不是全部都错了吗？那边有新强势。 未等到美国关税缓冲期过了，结果看实际情形处理特别条例，也个普发现金。另外，现任副总统萧美琴去年去捷克访问，中国耍计划冲撞事件，民进党团提案，希望立法院做决议，谴责北京，要求中国公开道歉，也强调是要回应抱团的诉求，要求中国道歉，未来要停止对于台湾主权的任何伤害行为。 我们国际参与的权利是我们不可剥夺的国家主权。另外，立委也提案要求立法院加速推动国安法制改革，对抗中国的渗透威胁。不过，民众党团的重点是放伫咧打击诈骗，因为这几年台湾诈骗正严重，提案要请行政院长杜英泰就打击诈骗行动管理2.0执行的成效做专案报告，并且备询，已经交付立托。公司新闻综合报道。